来看婚林有长照机构，甲过去前婚林馆长伫西丽旧厝改做日照中心哦，要来服务老大人。中心嘛安排真侪课，互老大人来上课来运动。对着少学员运动做操，长辈活动筋骨运动。过去因为真侪长者会早时无所在去，拢是伫厝无聊还是困，常常出现失智等问题。现在有长照机构会当派车接送长辈。 来到日照中心上课和运动。无在厝戆困哦，困甲头脑拢烦恼啊，大意啊。好。啊，大家拢来遮偌久？会早8点20分人去甲载啦，来到这才要9点半。希望他们能够就是手部灵活，然后脑就是可以动一下脑。 因为我们像包括我们的颜色上面啊，他们因为有些时候也视力会退化，所以我们会利用颜色上刺激他们的视力，这样。为着临近西丽林伦轮陪3乡镇的长辈，会当有社区日照中心。长照机构以前云林馆长林汉生在西丽故居现地空间打造新日照中心，安排少学员以动静态课程，增加长者和社区的连结。现在会当照顾48名长辈。 然后后来就这个地方就比较没有在使用。那时候我跟他们的家人，然后在洽谈，就是说希望这个地方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给地方上的长辈。协会表示，过去因为临近西丽乡镇欠缺日照中心，有长辈会早时无所在去，现在将真馆长的故居现地空间改造活化利用，希望达到一乡镇一日照，每村落拢有关怀据点。 帮助在地长辈生活较好和延缓老化。记者王为你报道。